有听过爱多美，甚至还开始使用爱多美的产品了。但你们了解爱多美吗？爱多美到底是什么？是直销吗？是骗人吗？还是要强迫人买产品的？又要拉人，不然就是东西很贵。其实各位都误会了，所以今天就让我为大家快速的讲解爱多美这新公司吧。相信大家都是在 Aeon、Tesco、Giant 这些地方去购买日常生活用品，但因为时代的改变和疫情爆发，让越来越多人懂得使用网购了。网购真的超方便的。爱多美是一家来自韩国的网络购物平台，卖的都是日常用品，如保健品、保养品、化妆品、个人用品等等。爱多美就像 Shopee、淘宝、Lazada，但加入会员是免费的，就像其他网络平台购物，我们都需要注册一个账号。同样的概念，在爱多美网络平台购物也需要注册账号。除了享受高品质产品，要和大家分享加入爱多美的5大原因。免费终身会员，它是一个缺什么买什么的平台，让你没消费压力，没有 auto ship， 而且还有40天满意保证。除了食品以外，如果对其他产品不满意，只要在30天以内申请是可以退还的。而且除了消费，还给我们一个经营的平台，让我们消费中或在分享中领取现金。怎么说呢？ Aeon、Tesco、Giant、Watson 在这些地方购买东西是有的积分，通常可以让我们换那些碗啊、碟啊、杯啊、discount voucher 等等。爱多美每样产品都有 PV， 就是积分的意思。而且每个会员购买产品的价钱都是一样的，送每积分可以领取现金。No expiry date， 直到领取现金为止。经营爱多美好处就是我们领取的是一份被动式收入。如果纯粹想要当一个消费者，享受这个高品质，当然也没问题。在这里不得不说一说爱多美公司的背景。爱多美产品是由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Carry 以及韩国科马 Coma 两个合并设立 Coma Beauty and Health 公司，他们所研发出来的产品只让爱多美永久独卖。在这里提一提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Carry。Carry 是韩国政府唯一的原子力研究院，也是全球排名第2研究院，主要生发许多尖端的科技。而 Coma 是世界第3大化妆品医药品公司，一定有听过 SK-II、Chanel、Lancôme 些许多这些知名品牌吧？他们的某些产品是由 Coma 代工生产的。爱多美产品由凯利的科技以 Coma 研发制造而成。爱多美有着绝对高品质、绝对低价格的口号，就是因为它的产品与这些大品的品质相等，但价格偏低，1分钱1分货。怎么可能好东西是用便宜价格卖给你呢？朋友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平常听到的名牌之所以卖得那么贵，其实就是贵在广告及代言费啊。一样是Coma制造出来的商品，贴了不同的 logo， 它就可以翻好几倍的卖给你，而我们还觉得正常，其实就是品牌迷失。爱多美把广告费、代言费都省下来，让我们能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商品。爱多美 Online Shopping Mall 给消费者享受高品质产品，给精明消费者一个免费的经营平台，从消费与分享赚取一个被动式收入。